把我当成他，你想让他认识你，就得先让我记住你。但你已经认识我。再回忆一下我的原话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把我当成他，勾引我，直到我上钩。我不会勾引。我说了，我会教你。既然是要让我认识你，那就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，用成年人的方式。什么是成年人的方式啊？知道五感记忆吗？通过你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来增强记忆，让他的五感记住你，他的记忆就会更深刻。比如，这样。现在该你了。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